OG 喺呢邊可以射兩個罰球。哇！鏡頭會唔會 pan 去 Madison Square Garden 睇波啲啊？或者係 Spike Lee 啊？我今晚夜晚喺 Manhattan 行街，啲朋友就喂 Charles 你老友啊董事長Ewing 阿倫侯斯頓。哎呀！OG 炒咗第一個罰球先。入咗呢個波嘅話咧，就係2個 possession game 嗱，冇晒 time out 㗎啦嚇。咁但係唔入呢個波咧，馬刺都要咧係攞到個籃板先喎。OK， 4分領先，紐約94對90。De'Aaron Fox 交俾阿 Wemby 喺呢邊急停嚟個3分波炸板，53年嚟紐約人第一次成為 NBA 總冠軍。喺謝倫賓遜今日45分嘅帶領之下，哇！自從1973年之後啊，紐約人終於再次登頂，94對90喺 Game 5作客贏咗聖安東尼奧馬刺，喺今年嘅 NBA 總決賽以場數4-1擊敗咗馬刺。精彩嘅一場比賽，咁啊將 Jalen Brunson 咧係帶佢上到去咧紐約一個非常之有代表性嘅人物。喺之前嘅直播曾經講到，佢贏咗會唔會有機會咧同咧係棒球嘅名人堂嘅球員咧 Derek Jeter 咧係平排啊？點樣打咗4場之後咧，即係坊間嘅討論就係，如果紐約登頂嘅話咧，邊個成為 MVP 都仲有即係一個討論啊。但係睇完今日，我相信冇人需要再有任何猶豫。喺今年嘅總決賽 MVP 誰屬啊？賓神㗎啦，唔需要再任何猶豫啊。Jalen Brunson 你見到佢掌控嘅節奏啊，甚至佢處理每一個嘅出手啦，做得好好啊！亦都對方係打唔到佢呢個嘅防守嘅弱點啊。其實喺呢幾輪嘅季後賽咧，我覺得咧係對手都打唔到佢呢一點嘅。頭先我哋喺咪後都講過啦，點樣？雖然儘管呢個系列賽最後咧係以4-1咧完成咗，但係我哋兩個都覺得其實兩隊之間嘅實力咧，其實唔係4-1咁都睇上嚟咧係有嗰個距離。其實我覺得兩隊嘅實力咧係好接近嘅，只不過咧個差距就係咧有時去到關鍵時刻，比較年輕嘅經驗嘅球隊聖安東尼奧，佢哋喺執行力啊，喺各方面啊，可能喺呢方面咧仲要進步。但係呢一隊波係一隊非常非常之有潛力嘅球隊。咁好多年輕球隊都係啦。你話咁多年冇打季後賽，第一次呢個班底打季後賽殺到嚟總決賽啦。有時係需要1-2年嘅失敗，令到佢哋知道邊啲地方咧需要改進，邊啲地方需要提高。但係馬刺呢隊波喺未來呢6、7、8年咧，我相信只要話 Wemby 健康嘅話咧，仍然會係西岸最勁嘅一支力量嚟嘅，其中一隊最勁嘅力量。紐人喺舊年啦，東岸嘅決賽輸俾印第安納溜馬啦。呢場波呢個 series 咧，對於佢哋嚟講咧，係我覺得被對方咧打個冷門。經一次上一次，今年唐斯打出好嘅表現 ，OG 亦都喺季後賽咧有一個相當之明星級嘅數據。當然，我哋話賓信 upgrade 咗做賓神。咁喺阿賓神帶領之下咧，紐約同埋都係成為咗 NBA 歷史上第一支雙料冠軍啊！今年嘅 NBA 杯冠軍啦，而家咧就係 NBA 嘅總冠軍啊！即係可能好多球迷都問到啦，我哋想馬刺贏定紐約贏咧？其實我哋係由 Game 1發表意見嘅時候咧，都好希望咧係有7場好睇嘅比賽俾大家睇。嗱，雖然舊年係打到 Game 7，亦都即係我當時去到 Indiana 去做一個報導啦，但係可以咁講啦 ，New York 打5場對住咧馬刺場咧都真係精彩嘅。咁樣我可以好大膽咁講啦，阿謝倫賓遜佢以後喺紐約去到邊度咧？佢行到邊間餐廳啊？去到邊度咧？冇人會唔識佢㗎。係，佢而家當然行個街冇人都個個都識佢啦，但係佢已經將佢嘅名字咧
牢牢地寫入咗紐約市嘅歷史裏邊。你有冇 friend 住 New York 啊？send 個 message 俾佢講小心啲喎，真係今晚唔好出街喎，快啲翻屋企喎。哇！45分啊，喺決勝呢一場 ，Jalen Brunson。